人讲袂出来。但是咱咧练习，练久了后，你会愈讲愈顺。即种合作性的协调爱去练习，对超吹的人。追求对所有对所有人拢有利益的即种的方法来解决问题，这是一种的智慧，但是无简单无容易。第二，伫即种练习的过程中间，会当来提升咱解决冲突的智慧。你的智慧会提升。较早你做代志，你解决问题就大声，你若大声喊落，安怎啦？无是要安怎？好，对方就揪起啊，反正大概以后有问题，我就安怎啦？无你是要安怎？好，面对问题拢即种，你会感觉即种的人有智慧无？梗会无。但是将你豆豆练习，你会提升你的智慧，甲人去协调。第三，即种的合作性的协调，到落尾的结果一定是双方面做伙努力想出来解决的办法，双方面一同努力想出来解决的办法。因所得到的答案，毋是我一个人，是咱两个。本来咱两个咧冤家。但是最后，咱因为即个练习即种合作性的协调，咱会当来接受即款的答案。所以今日下晡3点，咱知影咧举行即个跆拳道，好，这个协调会，好，咱看见一礼拜亚运出现了一个真大的危机，哇！我看真侪人足生气，然后 Facebook 顶头3二斤、4二斤、5啦、7、8斤拢走出来，大家拢伫遐骂。但是你只要用大声，够我搞，你若是骇客，你就害到人家的那个亚运的这个网站里面，然后这个亚台盟的这个网页里面去篡改，然后贴了一个比中指的中国、韩国的旗帜在上面。但是安尼当解决问题吗？也是袂当，只有进入到协调。所以你看，最后这个问题要解决，就是今日下晡这个3点。咱若无这款的练习，无这款的这种的。智慧的时阵，你坐遐，你要安怎甲人去对谈？你要安怎去改变这个结局？咱知影失去一个金牌，哇，对咱真侪来讲是真失志，真生气的代志。但是你讲失志，你讲受气，这个金牌敢会留会掉？留袂掉。你就爱搁较你就爱搁较聪明的办法，就是咱今日所要讲的 pause 的这个原则。啥物是 pause 的这个原则？就是会当用疼心甲智慧，会当两个拢有用，你嘛有疼心，你嘛有智慧，会当来进行这个合作性的这个协调。pause P-A-U-S-E， 大家讲一解。pause 好，因为老师我咧念对无？对好，会使好，听有啊 pause 好 pause 的这个暂停，好 pause 的英语就是 stop。暂停，好，暂停的这个原则。头一个，咱要来学习头一个 P， 就是 prepare， 准备，好 ，prepare 准备来讲一解。准备，好，箴言14章的第8节安尼讲，聪明人的智慧，可以找到应当行的路；愚妄的人会讲欺骗了伊家己。你若有智慧的时阵，你要行的路，你就找到，你就会当继续搁行落去。你若愚公，你就是伫这条路顶头，你就行毋到，你就永远踅袂出来。你要去解决问题，你要去来面对安尼真歹冲突的时阵，你只有智慧会当互你知影安怎继续行落去。伫即个亚运的即个亚台盟的即个协调的中间，吼，伊对下晡3点开始，我嘛一直咧看即个消息，到底是有结果也无结果。哦，结局也无结局，毋是也毋知，吼，总是，咱若是爱需要智慧，你才通继续伫即个过程中间继续讲，无安怎变倒，吼，颠倒啊，安怎袂讲啊啦？你拢是安怎骂，然后就走去，就迷了路，吼，咱袂当解决问题。箴言第14章的22安尼讲，行好的受到对重，吼，受到尊敬甲对重；行歹陷入伫即个失迷迷途。你若行好，你就当受到人的尊敬；你若行无好，人就看你袂起，你若袂当伫即个所在得到人的尊重。所以咱就爱学习，伫每一个冲突的中间，吼，冲突的中间，特别这个冲突是甲物质有关的，甲钱有关系，甲财产有关系，检测嘛甲即个金牌有关系。
咱就要来学习即个冲突。prepare 有10项的代志，叫咱爱 prepare 爱来准备。头一项你就是爱准备祈祷，第二项你爱准备去了解事实的真相。第三，你就爱去分辨问题甲即个利益伫什么所在，爱知影即个问题伫倒，但是有好处，往正面想，好思考好处伫什么所在。第四，爱来读圣经，因为圣经内底充满逐样的智慧伫迄个圣经中间，咱就要对圣经内底去了解、去挑找。第五，咱当来选择会当解决的方法，这个方法有真百种，但是你要选择倒一种是上有智慧的。第六，当你选择这个方法的时阵，你还阁去用，当你用这个方法去推算后壁有啥物款的反应，亲像你咧行棋共款，你棋这只马安尼行出去，对方会伊安怎行，你还去算。第七，你还去想一个替代方案。等你若去算讲，对方伊也行安尼我要阁安怎来做？爱沙盘推演。第八，爱找到适当的协调的时间地点，这是咱伫进前拢捌讲过。第九，你要设计一段开场白 ，prepare 包括到遮，你一开始要安怎讲？好，一开始你就安怎？我今日足无欢喜的，好，我来遮，我规个心情哦，乌溜溜，好，就气到要害，好，这样开场白，你只是将你的心情讲出来，但是你没有设计，不经大脑，无经过你的脑，安尼的协调往往拢会失败。总是你一开始你就来做一个开场白设计，好，你就会让来争取到这个最佳的谈判的角度。第十就是爱追求这个辅导。但你 prepare 中间就是讲，你家己靠你个人要去来甲人协调，总是你嘛需要有辅导，需要有人会当提供你智慧，需要你若圣经无熟，你当找一寡圣经较熟的人来帮助你。如果你的祈祷无够力，你当找一寡熬祈祷的人来帮助你。如果你对一寡代志的了解，你甲想象你袂当去想知影，你当找一寡人来帮助来辅导。这是头一项 prepare。house 的第二项就是爱建构彼此的关系 ，affirm relationships， 建构彼此的关系。来讲一解 ，affirm relationships， 来请讲一解 ，repeat again。affirm， 好，多谢。好，这样伫即个冲突的中间，好，咱有往往两种的要素。头一项，即个问题，好，甲第二项就是人。要素冲突爱有即两项，头一个是有人，第二项就是问题。所以咱往往会去忽略人的感觉甲人的感受，但是你拢将你的精神努力集中伫即个问题，然后即个问题是造成咱的决裂，造成咱关系拍歹。所以咱会晓去忽略对方的感觉。咱若一个问题出现的时阵，咱想讲哇，我一定要据理力争。好，为什么杨淑君会被判出局，会被判失去资格？好，虽然你有将这个问题放大，但是咱袂当去谈判时，你会当去考虑到对方的感受，你会当愿意请落来。好，这是谈判中间爱去练习的真重要的。过来，咱等下开始要去考虑对方的感觉，咱就要安怎？一开始的开场白，你就要郑重陈述你对对方的尊重。一开始就要用一个表达，就是讲你对对方，你毋是看轻伊，你毋是要甲伊骂，你毋是要甲伊糟蹋，你毋是要互伊好看，你毋是要来找伊麻烦，你是表达你对伊的尊重。好，对于关于你的这个位置，好，对你这个人表达尊重，并且要表达你的关心，关切。所以伫表达尊重、表达关心，有背项的代志，是咱让来做的。头一项就是你会当以有礼貌的态度来沟通；第二项，你要愿意拨时间伫这个人的身上；第三，你要让顺服官兵。好，如果伊是大会主审，好，你也是要尊重他是大会的主审。第四，你就爱来努力追求了解。好，伊到底为虾米安尼甲我起即个冲突麻烦，找我即个麻烦？你爱努力来去找伊。第五，你爱去想伫伊的心中伊的好处是啥物，伊当得到的利益
好的部分，什么所在？有时阵即个利益无拄拄是金钱财，有时阵是一种的机会，有时阵是一种的行为、行动等等。你就爱来敲找。第六，你要用稳定的态度来甲对方来提起对方的价值。如果伊若做毋对的代志，亲像我一开始拄则甲你所分享的，我甲人的目镜拍歹，弄破。总是当我安尼就歹势，毋敢讲的时阵，但是我却得到阮老母，互我一个稳定，伊无甲我骂，无甲我修理，伊互我一个稳定，互我得到安慰。即种的态度，往往会当互即个关系啊愈来愈好。第七，你要记得留情面，你本来要指着他的鼻子，安尼搭骂甲伊臭头，无互伊留安尼一个面子，安尼袂用的。你的关系马上就歹去。第八，你就是爱甲伊学乐，会晓甲伊感谢。虽讲伊感谢有时做毋对代志，有时阵伊做了无好，互你足侪麻烦，但是你有即款的智慧，会当甲伊学乐无？亲像华盛顿砍倒樱桃树即件代志，虽讲毋知是真诶也是假，但是咱学习华盛顿因老爸即个智慧，摕来学乐，赞美他的老实诚实，咱来学习。伫一个做毋对代志，也是冲突的对方，你当找着对伊的学乐，甚至你会当来对伊讲出感谢的话，这是咧学习协调，要来解决冲突真重要的即八个，即个表达对对方的尊重与关切。过来，当咱甲人咧建立即个彼此的关系要坚固，搁刷来第三步，就是要去 understand， 要去了解对方的利益，了解对方的利益，请讲一解。英语安怎读 ？Understand interest， 真好。会当去 understand 别人的利益 interest， 是什么伫什么所在？我感觉这就是咱这篇的重点。你会当去找到对方的好处，去替对方来设想。为对方来着想，替他找到他的利益好处，是我们这一篇的重点。腓立比书第2章第4节，咱拄则一开始就讲，大人唔通顾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，也要顾别人的事情。唔通甲想你家己的失去，我失去一个金牌，我就生气的。但是你嘛要去替对方想一下，然后你当徛伫伊的角度来看你的这个生气的代志。才当去敲出解决问题的方法，这是圣经中间互咱一种的智慧。所以咱要去来分辨到底什么是利益，咱要来了解这三个。头就是利益，佮有这个问题 issue， 佮这个立场 position 有啥物无共款？问题是啥？问题就是要可以分辨出来，问题可以分辨，而且是具体，而且它也必须要去有陈述。达成共识，你要用这个问题来甲伊讲我清楚，到底杨淑君为什么不能被淘汰？问题在哪里？这个 issue 你要去把它分辨出来，是不是杨淑君他做错了什么？然后把问题缩小，就是在那个什么贴片上面，那贴片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要在这缩小，然后来还原真相。你要把这个 issue 找出来。然后你的 position 立场是啥？立场就是我会当达到的结果，我这个问题会当变做这个结果，带到这个方向。所以你得爱伫这个 position 的顶头，你爱看了清楚。你都唔知讲无你来遮是要安怎？我唔知啦，我就是要讨回公道啦。你要啥物款的公道？我就是要讨回公道。没有讲较清楚。我就是要讨回公道。你若无你的 position 的时阵，无这个立场。你就袂当去看到这个问题的结局。第三，这个利益是啥呢？利益就是互人产生这个动机，互人为着这个代志，这个利益检测是一个人伊所关心的，伊望去得到的，伊所需要的一种有限制，也是看重伊的事物。这台语实在是。一个人所关心、渴望得到、需要某种限度和看重的事物，你感觉你也是这个亚台盟，你要去开会，对方有啥物利益？
如果你要跟那个韩国那叫梁什么的